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台湾的国产疫苗，若是顺利，7月份就会当来就市。也毋过即摆煞有争议，因为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伫昨的记者会讲，这个国际疫苗抢2期的临床试验的人数只有660人，等到是咱台湾这个国产疫苗第2期试验的人数是超过3800人，已经是扩大来试验，这个安全性未有问题。也毋过，互网友来质疑讲，这个数字是造假。这个网友阁来编出着这个莫德纳的官网，讲人敢若2期的试验就做9改，人数是超过8000人。咱国内的专家是来解说讲，这个莫德纳官网的数字，真有可能是针对着无共的族群。那不过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哈。陈时中伫昨记者会提出国际疫苗2期受试的人数，煞互网友质疑是假的。PTT 网友抛莫德纳官网讲，干那2期试验就有9摆，而且头前7摆就8200多人，质疑指挥中心发假新闻。不过专家讲，这官网的数字有可能是针对无共的族群。疫苗有稍微更改以后，会再做一些第2期的实验是有可能的。那根据那个论文的发表，他们是比较完整的，是对600多个人的分析。讲发表出来的论文数字确实是600多人，2期试验主要要看疫苗敢有产生安全的免疫反应，敢若做几百个人真正常。国外一定是做几百个，一定是因为他们要赶着做3期嘛，那算很赶啊。专家讲，台湾即卖疫情确实真需要国产疫苗，只要2期疫苗的抗体有出来，未来继续做3期试验，确实会使先经济授权，而且受限3000多人嘛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。那紧急授权使用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，就是有超过50%就会给予授权使用就可以。然后做的临床试验里面有超过3000个人以上，然后至少观察2个月以上，所以其实目前的我们都已经符合。国内未少的专家拢认为，虽然国产疫苗也未做第3期的试验，不过国外报告会使互相比较，所以只要无严重不良反应，有效性和安全性应该拢会使通过经济授权。毕竟疫情当前，疫苗才是唯一的解放。